中國莎士比亞。曹禺由梁子軒聲演。講起曹禺，大部分人第一個印象就係佢嘅作品《雷雨》，但係對於佢其餘嘅一切又好似一知半解。有見及此，今日我哋好榮幸請到曹禺上嚟同大家傾下偈。曹禺你好，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係點樣投入戲劇世界嘅呢？先生你好，我之所以會投入戲劇世界，或多或少都係因為我自3歲起已經跟隨後母去唔同劇院觀賞川劇、京劇、梆子戲等等，而成為小劇迷。直到我上咗南開中學之後，我就加入校內劇團，仲試過反串演出易卜生嘅名作《玩偶之家》入面拿拉一角添。後來我被保送入讀南開大學政治系，但對於呢門學科真係零興趣啊，所以1年之後就決定轉去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，一路讀書一路研究西洋劇作。我知道你喺清華大學3年間，唔單止研究中西劇作，仲親身參與劇團演出，去吸取實戰經驗，最終寫出《雷雨》呢部經典之作。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當中嘅內容同創作歷程呢？其實《雷雨》係我大約19歲，仲讀緊南開大學時已經開始構思，前後經過多番修改，最終用咗5年時間先至完成。當中內容主要圍繞周老兩家，因為其中一個家庭成員之間不倫混亂嘅愛恨糾紛，所有秘密同糾結情感都喺一個大雷雨嘅晚上爆發，最終導致人死家散嘅悲慘結局，從而為觀眾呈現出一幕命運不能掌握嘅人生悲劇。《雷雨》既係曹禺嘅處女作，亦係佢嘅代表作。劇本喺1934年發表之後，即時震動文藝界。《雷雨》1936年喺上海演出之後，茅盾就對此劇提出當年海上驚雷雨嘅讚譽，而1936年甚至被稱為雷雨年。係呢，曹禺，你對於《雷雨》獲得高度評價又有咩睇法呢？先生過獎啦，其實我不過係遵從西方戲劇結構嘅基本原則3-1律去創作。亦正如我剛才所講，雖然周老兩家有着千絲萬縷嘅關係，但係故事情節單一集中，而我就將劇情行動全部喺同一日同一個地點發生，將戲劇衝突懸念強化，為觀眾展現一部震撼人心嘅悲劇。當然能得到觀眾嘅喜愛同賞識，我都覺得非常欣慰，亦令我繼續進行劇目創作，希望將中國現代戲劇發揚光大。繼《雷雨》之後，曹禺自1935年起陸續創作出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等多套劇作，一如以往將西方編劇技巧加強融入中國傳統戲劇，成功令中國現代戲劇創作躋身文學行列。佢嘅劇作更加係歷久不衰，尤其係《雷雨》更加係中國近100年文學藝術經典，成為現代戲劇創作道路上嘅里程碑。曹禺唔單止為中國文學藝術事業作出傑出貢獻，更加為中國戲劇贏得世界掌聲。